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盛。看我今天穿复古装，这身无尘服。今天我们过来最主要是不是清洗空调的，最主要是换那个风机，就是这个新的风机。那个旧的话它不运转了。这个电机坏了，转不动的那种。等下我们给它换新的电机。现在工作中换那个电机下来，旧的换新的。絲絲的餘亂，全係靜無心窩，風中的記憶不斷刺痛着我，美麗故事傷心結果，為何未了解這一份情，全為你是否未看清，為何未了解這一誰令我孤身隻影？為何未了解這片心聲？反反覆覆情感難定。為何未了解這一份情？要我佔有孤單背影？寂寞的心盡是夢。何未了解這一份情，要我佔有孤單背影。回到龍華了，今天換風機大概花了7到8個小時。有網友關心賺了多少錢，400、500吧。製作不易，喜歡我的點關注，拜拜。